哇！男上家，好似我仔出去玩嗰啲車嗰啲啊。那今天我的拍攝對象是這部仰望的 U9，一部很有意思的車啊。然後等一下呢，我會將這部車開回我們公司樓下，然後讓大家去看一下這部車最有意思的一個小功能，看一下大家是什麼反應啊。做咩佢好似喺度？喂，好似咧，好似我仔出去玩嗰啲車嗰啲啊。係啊。外搖係另一種嘅。喂，唔係一個人啊嚇，或者邊個啊？5塊一個人啦。東莞衝3，東莞衝5蚊幾個數啊？個5蚊雞係個車主俾乘客㗎，係啊，即係經客費、心理安撫，唔係主要係會挫親條腰，就係俾賠湯藥費咧。試下衝個試下座像，衝個座椅按摩，一路跳。喂，不如坐多個人喺個聰哥上邊。你啊，不如男上家。哇！叫阿月坐喺上面都幾正喎，喂。優偉懶聰哥坐中間，增加難度啊！喂，哇！個拎過仲未停啊，仲喺度轉緊好正啊！哇，係全部一齊離地嘅喎。係啊，佢唔係前後腳嘅喎。同埋為咗你唔好咁錯，有一個四個碌仲要主動向下頂咗一下。佢係車身，然之後再碌落地，然之後再車身落地嘅喎。哇，細節啊！後邊啊，大家快啲影啊！走啦，影嘢啦。嚟，go go go！